我打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他已经3个月了，却被我打掉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付出这么多，却输给一条狗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成功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你们2个人和好了吧？奶奶，我们俩本来就没什么。还没什么。奶奶看到你们俩呀，能这么和睦相处，我就放心了。锦溪呢，是我从全国院校的高材生里面选出来的。她的家境虽说不如咱们家，可那也是书香门第，身家清白。你可要好好待人家，你听见没有啊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你在奶奶眼里啊，永远是个孩子。奶奶，这早上的空气还真是好啊。是啊。老夫人，少爷。哟，这早餐这么丰富啊！夫人，今天的早餐都是少奶奶准备的。哦，哦，是吗？哎，奶奶你们回来啦。今天我给您熬的是桑葚糯米粥，您呀赶快尝尝合不合口味。如果合适的话，以后我每天都给您做。哎呦，还真看不出来啊，有这么好的厨艺。哎，你怎么把头发给剪掉了？也不说一声啊？啊，那个，我就是突然之间心血来潮。其实我觉得她短发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看，多适合她呀。主要是我喜欢。行啊，你喜欢就好。来吃饭吧，尝尝锦溪做的这个手工汉堡包。来，坐下来吃吧。哎，常副总，发布会要尽快的筹备起来。新人招聘的怎么样？广告已经发出去了，也收到一部分简历，不过呢，怎么都不合格？哎呀，这个学历和资质都还可以。那天在会上你也听到那个顾董是怎么安排的，按照他那个标准，真的招不上人。哎，能招到人啊，你们也能轻松一点。现在就多辛苦辛苦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向顾总申请给你们加薪。常副总的心意我是领了，加薪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上次吗？我跟顾总说过，你知道他是怎么批复的吗？说说看。1年365天，有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也就是说工作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又去掉170天，就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30分钟，1年加起来23天，就剩下68天。每天吃饭花1个小时，又去掉46天，就剩下22天。你每年还得请2天的病假，也就是说1年工作20天。每年5个节假日，公司休息不上班，也就是说剩下15天。公司还慷慨的每年给你14天的休假，也就是说你1年工作1天。你怎么好意思给我提加薪？哎呀，常副总啊，加薪的事儿啊，暂时没戏了。好吧，我尽力吧。帅哥，你好啊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装什么装？哎，美女，这儿还有帅哥。什么情况啊？啊，搞什么？你对美女不感兴趣吗？你要喜欢，你带回家呀。啊，不
拜托，人家喜欢的不是我，是你，好吗？司徒，我顾西城可不是什么女孩都喜欢。什么意思？你该不会是对小嫂子真的动心了吧？我只是觉得她没那么讨厌吧。哟，这话说的，那是100%动心了。哎，你说她会不会喜欢上我啊？完了，完了！一旦男人问到这个问题，就人彻底沦陷了。他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拜托，你这个傻瓜，是女人都会喜欢你的。只要你肯哄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对你俯首帖耳、俯首称臣、唯命是从。真的？真的 ，Trust me， 我看好你。有道理。贺解析，你只不过是比我运气好罢了。只要让我接触到顾西城，最后胜利的一定是我。医生，我不是应该可以出院了吗？怎么还要等？贺小姐，如果你现在出院的话，你会造成脸部的2次过敏，我们也是对你负责，暂时不能出院。那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放心吧，最晚不会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还要1个月？医生，能不能快一点？我们尽力吧。好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我走了。1个月，还要1个月。苏妍希，你别给我出什么岔才好。为他身世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，但她表现迟疑的时候，其实是期待男人的绅士风度。哦，当她烦恼时，做一个好的听众。烦恼之时，女性最需要男人的耳朵，而不是建议。有道理。男性的荷尔蒙对于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。荷尔蒙。